嘅第二位嘅馬有聲任有餘啊，內欄第三啦，咁啊有呢個傲南啊，中間位置咧仲係玉合生輝啊，咁啊喺埋邊搏位嘅馬咧，仲有呢隻就係精選中橫啦，中間係勁高手啊，外邊咧經典王牌打緊上嚟㗎，兜到嚟最後200米啦，前面經典王牌喺外邊出咗嚟先啊，中間風雲武士追緊啊，再喺內欄騎上嚟咧就係呢個傲南嘅，大外檔仲有呢個軍事出擊啊，最後100米傲南喺內欄佔先啊，但係外檔嘅軍事出擊逢馬過馬飛緊上嚟啊，中間位置做個風雲武士接近終點啦，由包尾追上嚟贏軍事出擊啊！第2名傲南啊，第3名嘅風雲武士經典王牌同埋加州動力要影相啊！咁啊鏡頭咧好似見佢唔到咁啊！呢隻1號嘅軍事出擊啊！結果一條直路喺大外檔掃晒，傲南賺盡㗎啦，跑第2，風雲武士經典王牌加州動力影相爭第3。第二 Q， 咁啊呢一隻軍事出擊輕鬆取勝啊！你唔好見佢好似阿林美斯出現喺鏡頭啊！胸有成竹噶啦，傲南啊跑到最好噶啦，跑過第2、第3就風雲武士，第4咧似乎係經典王牌啦。經典啦，係可以。